崎玉西武是今天7日对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的比赛，火腿队野手王柏荣3打数敲1支2垒安打，打击率维持30%以上。另外，杨代刚今天上场代打，敲出2垒安打，陈冠宇也登板救援。王柏荣昨天单场4打数2安打，贡献2分打点，今天先发打第5棒，守左外野。第2局王柏荣击出2垒方向滚的球出局，第4局则是敲出中外野深远2垒安打，连3战有长打出线，目前已累积3支2垒安打。第6局王柏荣在2垒有人时被对手近远保送，第9局击出2垒上空飞球出局。总计王柏荣今天3打数敲出1支安打，目前打击率 0.314。火腿此战虽然3局下靠着浅间大基、中岛卓也、西川遥辉连续安打攻下2分，不过9局上西武先靠着森友再敲出1打点安打，外崎修太再轰出3分全垒打，逆转战局，中场西武以4-2击退火腿。独卖巨人的杨代刚虽然日前遭触身球，不过目前已无大碍。今天在对横滨迪纳湾星的比赛，于第7局上场代打，敲出右半边2垒安打，本季首支长打出炉，目前打击率 0.316。千叶罗德海洋的陈冠宇今天也有上场，在对福冈软银鹰的比赛，8局下罗德原本的投手东条大树接连被松田宣浩、上林诚之、福原豪、福田秀平轰全垒打，失了5分，因此罗德临时推出陈冠宇登板，用滚的球制造最后一个出局数。总计陈冠宇今天投 0.1 局仅用3球，没有被敲安打也没失分，目前出赛3场，防御率还保持在0。